位伫南区民兴路尾巷仔内，即间苏妈妈玉里面，头家是在地花莲人。当初甲个查某囝对花莲搬到台南，想讲南部无花莲玉里面即种的口味，因此靠着花莲的传统美食来维生。因为想说在南部地区没有这种口味，所以想说来这里开看看。对，平常这里的东西都是用肉燥去用，这里是我们这一家是用油葱酥，手工的油葱酥去拌面。业者表示，玉里面原名叫做玉里的大面，伫花莲玉里真出名。虽然外表看起来真像油面，不过全手工制作，加上两人，食起来比较较杂，而且嘛真 Q， 因此嘛吸引袂少固定的人客。和外口食起来也无共，因为食起来我扎实些化，你敢知这玉里面是几个人？花莲啊，我某嘛迄边遐的人啊。对啊，所以我个玉里面人好食，无我是拢爱等你边甲有人好食。玉里面就是从花莲那边制作，它的制作过程跟一般的油面是不太一样，它是用蛋黄，一般的油面有的是用色素去添加，所以它的黄色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黄是用蛋黄的黄，有些是用那个油面是用那个色素的黄去做的，所以它吃起来口感，还有我们在第一次煮会是用那个水煮的过程，所以它其实在一出锅就是可以吃的，只是我们会做第二次加工做调味，所以它才会做更香，然后加油葱酥这样子。除了玉里面，另外还有玉里的白面，以及店内卤味、猪皮，是真侪人客推荐一定爱点的，因为伊的做法甲着一般较无同，毋定一盏一盏来光做伙，而且经过冰镇，切做薄片，还是真有 Q 弹感。这个是我好久以前就做过了所以好像我在别的地方没吃过所以我想说这个不要断掉，就把它留存下去好了。对，所以它的高干还是就高干的，是很难做的，真的是很高干的。每一层猪皮都要刮干净，然后油去干净，然后再来卷，卷紧一点，然后这样去。苏妈妈表示，原先开这间店是为了查某囝的创业，但因为做美食实在真费工，后来查某囝选择就业，平时只有休困才来店内帮忙。目前苏妈妈玉里面经营到现在嘛将近1档，平时不但有固定的人客，另外嘛有袂少的外客慕名而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